我叫游金港，來自香港。9歲嗰年，我從福建嚟到呢座繁華嘅東方之珠。作為插班生，英語曾係我最大嘅難關。幸好我遇到良師益友，佢哋課後幫我補習，讓我可以成功考入咗香港科技大學。畢業後累積幾年經驗，2015年我喺香港創立咗訂製禮品公司。每日同內地工廠打交道嗰陣時，我敏銳察覺到內地嘅潮玩 IP 市場方興未艾，好似一塊巨大嘅磁石吸引住我。一個關鍵嘅轉捩點出現咗，我哋參加咗前海創新創業大賽，闖入咗15強。就咁樣，我帶住團隊跨過深圳河，喺前海創立咗子公司。好多人會問我點解揀前海啊？3個理由足夠震撼。第一，呢度對港澳青年真係好錫，1蚊1平方米嘅夢工場租金，銀行嘅港企貸，讓初創企業可以輕鬆上陣。第二，前海係黃金樞紐，前端對接美心啊、順豐等國際企業，後端連接住深圳嘅優質工廠，成條鏈係打通咗。第三，呢度係深港融合嘅實驗田，既保留咗香港國際化基因，又具備內地創新速度。我哋做嘅唔淨係禮品，更係用設計傳遞每家企業獨一無二嘅文化基因。內地市場水大魚大，競爭都大，但我哋堅持一步一腳印。依家內地嘅業務已佔咗公司總業績10到15%，未來會翻倍。前海提出打造香港味，我深有感觸。當更多香港文創 IP 通過前海進入內地，當潮玩設計遇上大灣區製作，嗰股熟悉嘅港式茶餐廳香氣將飄滿前海。